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是7月初3，也就是敬拜主的主日。诗篇143篇第8节安尼讲：求你互我早起时听见你慈爱的声，因为我倚靠你。求你互我知应该行的路，因为我的心仰望你。三甲来祈祷，阮的心所仰望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的名伫全地到遐悬大，你将你的荣光摆设伫天里。上帝啊，愿你悬大搬过这的天，愿你的荣光搬过全地。早起时，阮要听见你慈爱的声，因为你的慈爱比性命较好。我要伫每一天来学乐，甲感谢你的名。主啊，愿记伫古早的日，少念你一切的所行，静静想你的手的所做。阮就按你举手，阮的心较无你，亲像旷旱的地，停候雨水。因为阮倚靠你，所以阮要听见你慈爱的声。因为阮仰望你，所以你要指示阮该行的路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愿主帮助咱，每一天早起时，拢会通听见主慈爱的声，也互咱会通专心来倚靠伊，来仰望伊，伊就要指示咱所该行的路。愿主的平安，甲咱每一位三角伫地。耶稣听你，祝你平安。